谢谢夏牧师简单的介绍。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晨曦会有机会今天早晨跟弟兄姐妹一同在这里来敬拜赞美神。因为我们曾经是一群吸毒、流浪、坐牢，在社会上边无恶不作的人，按照理由和惯例来讲，我们是没有这个条件今天站立在这个社会，也没有这个免疫力可以去奋斗重新再做人的。因为今天这个社会更加的边缘化我们这些弱势的群体。可是圣经却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福音的大能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改变人不能改变的坏习惯。那么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开头。而福音我们一般人都说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好在哪里呢？耶稣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是要把自己的百姓，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个就是好消息。这一个好消息如果要去珍惜，要去明白，要去领受的话，有一个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人生命当中有一个坏消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命中生活中有个坏消息，很难接受这个好消息的，也不会重视这个好消息，也不会珍惜这个好消息。我们人生命中有个坏消息有两点：一，人有罪；二，上帝有愤怒。我所讲的罪就不是杀人放火吸毒坐牢无恶不作，好像我们晨曦会的人坐牢偷抢骗。我曾经吸毒吸了10年，毒瘾发作，上吐下泻，忽冷忽热，起鸡皮疙瘩，内心里边好像几千根针在戳，几千只蚂蚁在咬，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几乎是要我的命。所以没有毒品呢，我几乎是要死，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偷抢骗贩卖毒品，到最后我卖血去吸毒。我生长在香港，那个年代吸的是海洛因，海洛因到目前来讲还是毒王，王在哪里呢？昂贵难戒。所以毒瘾发作很痛苦的时候，我就去抽500cc 的血，卖到那一些的诊所，这些诊所专门买我们的血去卖给别人，那个叫血毒500cc 80块钱港币，抽完头都晕了，又跑到九龙城寨那个毒库里面去吸毒，10年如此。所以整个人瘦到一个地步，连风都吹得起。所以我的父亲把我赶出去，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登报跟我脱离父子关系。所以呢，这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在这个毒海的里面呢，痛苦欲绝。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做一个有益处的人。因为我们以前是如同阿里西姆一样，对别人没有益处的。而晨曦这个名字呢，是取自于圣经罗马书13章12节。罗马书13章12节告诉我们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光明来临之前，通常是最黑暗的，那就是早上4、5点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接受了主之后，有了光明，我们就脱去暗昧的行为，那就是偷抢骗吸毒。光明的兵器就不再是刀枪之类的了，是神的话语圣经。所以就借着这一节圣经，我们就命名叫做晨曦会，就是黎明的意思，在主里边有个新的人生观念。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把人类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信耶稣得平安是个结果，不是福音核心的价值，它是一个结果。福音核心真正的意义，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是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救出来，这个是好消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好消息，又去明白我们人生命中有个坏消息，就是一，我们人生命中有罪，不是杀人放火吸毒坐牢而已，
我们是讲圣经说的原罪。原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背叛了神，离弃了神，没有根了我们的生命，放弃了神按照他形象造我们的目的和意义。所以我们有说，你这个人不像个人呐。人有罪，很可怜，罪恶捆绑，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我们就是被毒品捆绑到一个地步，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当然，毒的定义就是上瘾了嘛。今天我们晨曦会不只叫戒毒中心呢，我们叫戒瘾中心呢。人类在犯罪堕落之后，有个上瘾的行为。什么叫上瘾呢？上瘾的定义就是明知道已经破坏了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精神生活、婚姻生活、道德生活、工作生活，你还要去做，那个就叫上瘾啊。上瘾就会中毒。所以今天我们叫戒瘾中心。有戒什么瘾呢？烟瘾、酒瘾、毒瘾。毒就包括了海洛因、大麻、咖啡包、摇头丸、冰毒、K 他命。还有什么瘾啊？打机瘾。那个网络上瘾了。跟我们讲的一模一样。有一个在大学里面念书的孩子，根本就没有混过黑社会。他来到我们那边之后，他说：“牧师啊，我不打那个鸡我精神会崩溃。”我说：“你打也打到精神崩溃啊？”他说：“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说：“你搞些什么啊？打鸡啊，那个游戏很好玩啊。”还有色情网络，这一种瘾啊，一上了之后就叫做中毒。所以人类在犯罪堕落之后有个上瘾的行为。人有罪是一个事实，上帝有愤怒也是一个事实。今天很少人讲人有罪的都说你行的，你可以的，你站起来，你做你自己，正面思想一点，这个没有不对。可是你的生命没有被重生，没有更新，你怎么正面思想呢？第二，上帝有愤怒也很少人讲。我们固然会讲神的爱，可是神的爱是从神的公义产生出来的。什么叫神的公义呢？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对人有罪，对这个罪是要审判的。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要审判罪恶。可是在他要审判罪恶，也就是说在他公义对罪恶愤怒的审判之下，他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因为公义要审判罪，被审判的就是一位没有犯罪的耶稣基督，满足了他对公义要审判罪恶，同时在十字架上从公义这一方面就流露出上帝的慈爱。那就是圣经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这一段圣经，我的大题目叫做看神的荣耀，看人的需要，小题目叫做做一个有益处的人。我天天在想这个题目，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对人没有益处的人。我吸毒10年，我在香港吸毒的原因就是12、13岁出来跑龙套啊，然后15岁正式加入黑社会的帮派。什么叫正式加入呢？杀鸡头拜关帝，滴血为盟，表示我要属于这个组织，又要忠于这个组织。加入了帮派之后呢，就染上了毒瘾。这个毒瘾呢，叫做海洛因。我刚刚讲过，已经是毒王。毒瘾发作，痛苦到一个地步，没有毒品几乎要死，所以什么都干。到最后呢，被我的父亲赶出去，登报跟我脱离父子关系。最痛苦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位传道人。有人说：“哇，传道人的儿子都吸毒啊，那就说明信仰是不可以遗传的了。”是你个人要亲身领受。我的母亲痛苦到可能是无数位传道人当中最痛苦的一位，因为他有一个吸毒的儿子。他为我10年流泪祷告，呼天喊地祷告。他说：“上帝啊，求求你救这个孩子！你要救这个孩子，你会救这个孩子的，你能够救这个孩子的。”可是10年祷告都没有用，我都没有改变，吸了又戒，戒了又吸，吸了又戒，戒了又吸。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一进门
扑通跪在地上。他说：“孩子啊，妈妈求求你不要再去吸毒，因为你一个人吸毒，我们全家都痛苦。我虽然吸毒又混黑社会，我的心还是想孝顺我父母。我也跪在地上说：妈妈，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想再去吸。可是当我毒瘾发作，我最毒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心里边的毒。不要爸爸，不要妈妈，那是吸毒者的特征。所以呢，我在台湾36年从事这个戒毒的工作，听了太多太多。我的台语就是从这里学的。那些阿公阿妈就带了他的孩子，牧师啊，改不起。我讲会啦，无可能改啊啦。伊讲四字钉啊钉落去就会使改啊。四字钉那是什么？那你还不年轻哦。现在年轻人呢听不懂啊。我讲四字钉啊，伊讲听无，要有一点听的。4个钉子嘛，1个钉子、2个钉子、3个钉子、4个钉子，进了棺材你就可以戒。我讲会啦。我嘛是食毒的，进前耶稣改变我。伊讲若是耶稣会使改变我的囝，我嘛是爱信耶稣。真的有很多哦，都是拜拜的家庭哦，来到我们那边看了。第一，我们不收钱，要住1年半，每天陪着他，请老师来教我们这些帮助他们的人，又是吸毒的过来人。他们真的说：“刘牧师啊，我们做父母都没有这个爱心，都没有这个耐心，你们怎么这么爱？”这些人在外面，有人说，有一个爸爸带了他的女儿到台北的淡水河，他说：“你如果不去晨曦会的话，你就从淡水河跳下去算了，不要害我们的家人嘛。”好像我爸爸说：“你死就死在外边，不要回来害我们了。”每一个父母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不要教的，因为都是出于一个痛苦。一人吸毒，全家受害；一人戒毒，全家喜乐。所以我们的工作是救一个人，救一家人的，我们有这个观念在的。所以大题目是看神的荣耀，我盼望大家透过这个工作来看见上帝的荣耀在他的作为上。当然他的荣耀就是他本身自己，也就是耶稣基督。可是我们从他的作为来看，第二也看人的需要，不要只讲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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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也讲人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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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有荣耀，人有需要。人有什么需要呢？人需要救恩。人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经费的需要，身体的需要，病痛的需要，人际关系的知识的需要，种种的需要你都可以有。在普遍恩典之下，你都可以学的。稍微聪明一点，你就可以多赚一点钱；稍微勤劳一点，读书你就可以读得很好。可是特殊的恩典不是你勤劳就可以得到，不是你聪明就可以得到，那是需要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普遍恩典是为了特殊恩典做准备。来戒毒所，有些人呢坐在那边，我不会信耶稣的。我说没有关系，你不信你也可以住在这里，这是上帝的恩典。连你不信你都可以住，这就是神的恩典啊。那我不是说你不信就把你赶走啊，不过你不信，上帝也有普遍恩典让你住在这里，有吃有住又免费，他没地方去啦，出去就外面去坐牢啊。可是普遍恩典是为了特殊恩典做准备的。我们天天讲耶稣爱你，耶稣救我们呐，讲到他头都不是痛了，讲到他头都清醒了。我跟你讲，每一个戒毒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嘛，拢是七头狼嘛。彭传道，请你站起来一下，你来介绍一下，他是我们七股的传道人。你自己2-3分钟吸毒多久？戒毒多久？感谢主哈！耶稣他向世人宣告说，他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当中行走，必要得着这世界的光。我吸毒10年，当然好像牧师讲的，10年以来都非常的辛苦。我好像投了一块又脏又臭的石头，把它丢进在我的生命池子里，把我搞得浑浑噩噩。我想要好好的改变，可是我没有能力。所以我10年来，我就是好像牧师说的，我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倒霉的人。我爸爸妈妈告诉我说，
生下你很倒霉。我有3个哥哥3个姐姐也跟我说，我有你这个弟弟真倒霉。我的朋友也告诉我，认识你很倒霉，因为我常常要跟他们借钱，然后常常说谎骗他们。事实上我不想这个样子做，可是当我毒瘾一来的时候，我不得不去做。最痛苦的想改变，没有改变。那我进了晨曦会以后，我到目前为止20年，我感谢赞美主。若不是上帝的怜悯的话，我早就跟神断绝了。因为上帝爱我，他也使用我。在20年当中，上帝保守我没有在罪中生活。有些人就觉得，不在罪中生活很简单啊，对我吸毒的人来说是不容易的。所以感谢主，20年能够正常的生活，然后上帝给我有恩典，然后之后我变成有益的人，所以我就帮助我们同样是吸毒过来的人，每天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一起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我现在好快乐，因为可以正常的吃，正常的喝。我也有一个好的家庭，我的太太是一个传道人。那我目前也在晨曦会的职门训来帮助教务的工作。我觉得现在我很享受我现在的生活，上帝给我很多的不同价值观，是以前没有的。我觉得人生追求的什么？有衣有食不就应该知足了吗？什么是我的神学观就变成，我知道以前我是拜佛的，可是我知道我现在是拜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然后我的属世观呢，我就觉得保罗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他说，将万事都当作粪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体会到保罗他所说的那个至宝，因为我经历到，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蜕变了，我的生命成长了。原本我不爱人，现在可以去爱人，对我以前来讲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我就感受到上帝给我看到，你何必去追求一些虚华的事情呢？以前喜欢外表打得漂漂亮亮，很那外在的事情。可是我现在看到我的弟兄能够坐在那边可以听圣经，坐在那边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生命被改变。一个家庭因为信的主，然后全家都蒙福。一个人不吸毒，全家都好了。我们现在请七股的弟兄站起来，七股持训，职门训的。其实有2位，他们有些回去了是吧？是。他们就是专门实习，他们要到教会实习哈。好，彭传道，谢谢你哈。好 ，OK。彭传道，判顺服，因为他以前混过是顺服的底子，不过那个时候是顺服黑社会老大。现在信了耶稣呢，我们都把耶稣当老大，可是本质是不一样啊。他还有顺服的心，我派他去哪里都去啊。如不是你派我去哪里都去，去过加拿大、中国的福州、泰国是吧？还有回来这边每个戒毒村我都派他，他现在带领这个中心。现在我们请韦瑶传道、孙传道，请你来一下。时间的关系你要精简哈。大概吸毒多久，坐牢多久，为什么戒掉哈？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是吸食海洛因，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好，然后在这10年时间，有一半的时间还是都是在监狱。那我最后一次出监狱的时候，是法院的关护人介绍我来的。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完成我的假释任务，已经在吸毒了，所以他给我一次机会。他还告诉我，西贝这瓦贝一样，然后他就介绍我来晨曦会。可是我没有接触过晨曦会，他也不是基督徒，他却是佛教徒，因为我看他旁边都是贴那个佛经的意思这样。那我有点害怕，可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不行，不能报道会被撤销假释。然后我就是19年前来台南村戒毒的，就像现在弟兄一样。现在刘牧师又调我回台南。所以我回台南，我觉得感触蛮多的。然后我来台南戒毒的时候，就是看到一进来就看到一段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我整个心就融化了这样，然后就开始去回想很多的问题过去的种种，然后
就有一个爆炸性的信仰，然后我就看着我的牧师还有传道，然后他们都吸海洛因的，也刺激到我的脑部，假模灰个盖也起来，就是让我特别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我在那种监狱的教育里面呢，你是不可能戒起来的，用海洛因用施打的这样。然后我来这边看到这样云彩般的见证人，我就有这种动力慢慢的要站立起来这样。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就想要服侍神，然后我就去读了福音戒毒学院，读了3年半，然后实习半年，然后再出来服侍。那在这个当中，刘牧师派我到加拿大受训，还有马来西亚吉隆坡，我都去过。然后回来我们也成家立业。那我也现在有一个女儿。那我真的把荣耀归给神，我很感谢我的妈妈。我妈妈今年85岁，我跟我太太都一直在照顾她，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在关的时候都是我妈妈在帮我寄钱。这样好，谢谢。以上。所有的戒毒的人能够成功的最后一点，就是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太太。那个太太帮助太大，他的太太是南科大的，非常的帮助他生那个女儿，帮他照顾妈妈，使他安心的服侍。你就在晨曦会服侍主好了，什么一切我看到这样子那么所以呢，戒毒那个过程呢，3、5、7年，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婚姻辅导，不容易。那么他在台南戒毒，现在又派他回台南再回头兼顾你的弟兄。那么你的师父是谁？在台南的就是江牧师，我们请江牧师起来。江牧师80岁了，江牧师是跟我36年前从香港来台湾开拓晨曦会的。好，我们请回座。现在请台南的弟兄站起来，台南的弟兄这些都是台南戒毒所的。好，请坐，请坐。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生命中有坏消息的，一是人有罪，得罪了神，人有罪不是你犯罪的罪的行为而已，放弃神，得罪神，远离神，不认识真神。二，神有愤怒，而他又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了神，领受了这个好消息，那就是福音的话，他会珍惜这个好消息。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那么今天小题目叫做做一个有益处的人。保罗写信给腓利门，是圣经中一封很短的诗人书信。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腓利门呢？因为腓利门是他带领信耶稣的，腓利门是个地主那地主呢，当时有个制度，都有奴隶的，他的奴隶就叫做阿里西姆。而这一个阿里西姆呢，在当时做了一件事情是最忌讳的，就是偷了主人的东西，那就是盗贼。当时的奴隶制度，一个盗贼偷主人的东西，主人可以钉他十字架的。十字架是很残酷的刑具，拿来钉盗贼的。可是钉盗贼的十字架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完全意义不一样。虽然同样是这么残酷的刑具，可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十字架就变成一个荣耀的记号。耶稣是甘心乐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上帝公义对罪恶愤怒的审判，挽回了上帝的愤怒，使信的人能够被主重生。所以叫神爱世人，重新做人，重新做人。阿里西姆偷了东西之后很害怕，就跑到罗马城，在罗马城遇到了保罗，保罗也向他传福音。所以从保罗的生命中，我看见保罗的生命有个 DNA 叫做传福音。他向有钱的人传福音，他也向奴隶传福音，他在街上传福音，他也在殿堂里面传福音，他在政府官员面前传福音，他也在有学问的人面前传福音。他生命中有个 DNA 叫做传福音，而他传福音的态度更是我们应该学习。他说腓利门我凭着爱心求你再收容这个阿里西姆好不好？因为他是我心上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不把别人当心上人的话，我们如何能够把福音传给他？
这些戒毒的人，我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戒毒所，叫做毒瘾艾滋病患同治3合1的戒毒中心，全世界华人只有1间呢。我全世界华人的福音戒毒都跑的，只有1间。吸毒、共用针头得了艾滋，然后同治、乱性，又吸毒又得了艾滋，3合1的戒毒中心很难做的，不愿意做、不会做、不要做，这种人没得救了，死了算了吧，很难的。当时他们来的，他说：“牧师，我看到好多人吸毒，我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可是我们这种同志很难改我们的性向。”我说：“上帝福音的大能不是只帮人戒毒，他也可以帮人改变性向。你要相信神的话语，很难。”他说：“很难。”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我天天都想追这个，天天都想追那个。那我说我不是变罪人了吗？他说我们在外边还不敢随便追，现在在一起天天都想追这个蓝行，这个什么行？我说那我不是变罪人啦？我告诉你们哦，这里是圣殿哦，这里读的是圣经哦，上帝是圣洁的哦，我们是圣徒哦。圣是什么意思啊？凡是跟神有关系的，就被称之为圣哦。不是说我们是圣洁的人呐，或者凡是跟神有关系的，我们讲的是圣经，我们唱的是圣歌，我们传的是圣福音，我们敬拜的是圣洁的神，绝对不能犯规哦，绝对不能。我们爱你，我们不会看不起你。如果看不起，我就不会开这个戒毒中心啦，对不对？可是我问我的同工啊，讲一句真心话，我说同工啊，你们守得住吗？他说牧师啊，白天还没有问题，晚上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派多一个同工去，每个房间我说你们就睡在房间旁边吧，就好像以前我们戒毒啊，我天天跟他们睡在一起，哇，刚啊毒瘾发作啊，我毒瘾发作，人家也睡在我旁边了，我就叫啊，我被人家杀嘛，我杀到我歇斯底里，他你干什么？我说我做噩梦，赔。我相信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我相信神已经托付我们要去做福音戒毒，我相信他会给我们智慧，我相信有一天这个3合1可以在社会上见证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你不要以为这是口号哦。法务部的人到我们那边说：“刘牧师啊，这里没有烟，没有酒，没有电视机，没有报纸，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圣经，这些人怎么会住下来啊？”我说这里有神的爱，不是虚渺的哦，不收1毛钱，天天陪着你，请老师来教，又很有经验，也你哭陪你哭，你笑我也陪你笑，不是1年半呢，3、5、7年我们都陪耶，这些都20年的在我们中心呢，这是神的爱。我来台湾已经36年啊，第一个戒毒成功的。都是30多年以上的，我们陪，我们告诉他，神爱你。那一个得到艾滋病的说，牧师啊，家人不要，孩子不敢要，我都不晓得去哪里，没有人要。我说耶稣要你，耶稣爱你呀，他真的哭啊，他真的哭的，不是讲宗教术语。有一次我跟我太太，每年呢，我太太现在安排。连30夜晚上，我们都去艾滋病的这个村子吃饭。我的女儿那个时候很小的读书，上去的时候，我们说千万不要说这个是艾滋病中心哦，要不然她很害怕哦。结果去吃完饭了，做完祷告回来的时候，我的女儿说：“我早就知道啦，那个是什么地方？”我说：“为什么你会知道？你自己祷告讲出来的。”啊，没法度，我怎么知道？我在祷告主啊，保守我们什么？那所以呢，我太太在家里边呢，连一个小虫她都害怕的，那个叫蟑螂啊，她一看到蟑螂啊在叫，我说干什么啊？那个蟑螂，我说蟑螂就蟑螂啊，就有什么这么紧张？她说你帮我抓到它，哇！我说我怎么抓蟑螂？她这样跑那边跑，她说要不然我睡不着觉，有没有搞错啊？怎么抓那个蟑螂？连一个蟑螂她都怕。艾滋病他就不怕，有什么好吃的？什么每次就去那边跟他们传福音啊，讲圣经故事，去爱他们。我告诉你，恨的力量固然很大，爱的力量更大。不过这个爱是基督的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这个字的英文叫 compel，
原来基督的爱 compels 我们的生命，这个激励就是坚固的意思，让我们回头之后可以坚固弟兄。所以呢，当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他有一个哀求：腓利门啊，你收回这个阿里西姆吧，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现在对你我都有益处了，因为他信主了。保罗也没有改变这个奴隶制度，但是他改变了关系，改变了人跟人的关系，改变了人跟神的关系。他说以前是你的奴隶，现在多了一个关系，他是你的兄弟，他是你的弟兄。哎呀，这个腓利门很难的，收他嘛，他再偷怎么办？不收他嘛，又说他没有爱心。阿里西姆也很困难哎，回去嘛，如果他把我钉十字架怎么办？可以处罚他的，他害怕，都很困难。但是因着爱，腓利门就凭着爱心。保罗最后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如果他欠你什么，亏负你什么，我全部帮他归还。”做这句话你熟吗？保罗能够讲这句话，又在实践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是因为保罗生命中经历了一件事：耶稣基督为了保罗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人的罪是得罪神，我们还都还不清，不可能还得清，也没有能力去还。但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全数清还，而他自己却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就是好消息，也就是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重点在救，不是改我们不吸毒，改了又吸，改了又吸。他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今天成为新造的人。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晨曦会是怎么帮助他们。我们放一个片子叫做看神的荣耀，看人的需要。晨曦会不只是在台湾9个戒毒村，在世界各地，泰国、缅甸曾经去过印度、中国大陆，还有多伦多、美国，还有英国，都是在我们这边戒毒成功，然后他们再派出去受训之后派出去的。他们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我们都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他有一个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就陪着他们看神的荣耀，看人的需要。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一个影片呢，来帮助我们来做这样子的。在晨曦会有很多的弟兄都是吸毒的过来人，在戒毒村当中可能待了3年或是更久。而在那些漫长等待的日子里，究竟盼望的是什么呢？小时候对爸爸的印象就是他很凶，然后只看过2、3次，然后就之后到高中前，我都觉得自己就像没爸爸一样。后来就才知道爸爸是因为吸毒的关系，然后有关进监狱。妹妹，自从爸爸回来后，就对爸爸有一个很大的改观。然后就觉得爸爸变了一个人一样，回到家里来，从单亲家庭又变回一个完整的小家庭，然后现在又多了妹妹，对，就觉得是很像电视剧，有没有？得救后的我们，除了委身奉献于主，还能怎么回馈上帝的救恩呢？
晨曦会这35周年来，共造就了数百位戒毒过来人，透过门训栽培，坚固心智。刘明和牧师与晨曦会的第1、2代同工的尾声，为福音戒毒砸下了美好的根基。那我觉得这个基础是建立在晨曦会过去在戒毒村开始，对他的基础就是信仰的扎根，好，然后还有为就是在一路这样走过来给他的扶持，所以他会让服侍神的心是很确定的。阿门，谢谢主，荣耀归给你。将祷告祈求会来到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短短的几年间，晨曦会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弟兄们成家生子。牧师啊，你都为晨曦会的弟兄证婚吗？我说是的，理所当然。我说为什么呢？从开始弟兄来到晨曦会，一直戒毒成长，陪伴到今天，看到佑平从一个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一个光景里边，成为今天的可能。这位是我的弟兄，我的阿纳达，我的老爷，我的先生，我是他的贤内助，才德的妇人。我真的觉得就是晨曦会很棒，就是其实他不断的给同工，然后一些造就、学习、安静，然后一些训练的课程、退休会或什么。就像刘牧师说，戒毒是一辈子，那你信仰成长，生命是一辈子的。其实我会有小孩子啊的这件事情，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件事情啊。那也是因为我来了晨曦会之后，我才可以结婚。那结了婚以后，才有一点点的梦想，希望有小孩子。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使我们在罪恶里面打滚，主也让我们能够在晨曦会当中，能够来认识你。我到现在有时候都会很讶异他的过去，然后跟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丈夫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晨曦会对我来说，我觉得晨曦会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丈夫。虽然他的过去我不认识，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去比较、去相对去看的时候，才会发现到啊，晨曦会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单位，它可以帮助一个人这样重新的生命有一个改变，然后是真真实实的改变，不是虚的，不是真实的。晨曦家庭门的孩子姓名，很多都是源对于晨曦会与上帝的谢恩。我跟他取名字的时候是取一个恩字而已，它主要就是很单纯、很简单，就是感谢上帝之恩，还有晨曦会之恩。从这些孩子的姓名当中，可以看到上帝是如何借着晨曦会拯救了多少的灵魂，并且透过上帝的计划，成为更多家庭的祝福与众人的见证。我以前书也读不多，然后因为都在混的关系，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正常的朋友，所以我跟人的互动真的是有困难。对，因为不知道怎么跟人家交朋友。对，那我觉得来晨曦会，正好我就可以补足我的不足的部分，因为我做的事情都是我熟悉的事情。对，比如说去帮助人戒毒，那我以前就吸毒的人，所以这个我来做，我就觉得很得心应手。
白天在晨曦会服侍，晚上一样哦，还是有服侍，不过是服侍家庭的。像这大的跟小的哦。没有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啦。因为最主要，我们好像除了晨曦会，还有一些归回的弟兄哦，有来过我们锦绣堂，才逐渐就是比较认识他们。对，因为在教会看到的他们都很中规中矩，然后又很热心，就是会帮忙打扫啊什么的。我觉得还不错，这样子。印象中，我觉得上帝配给我的这个就是弟兄，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光是帮我就是煮3餐，还有帮他煮副食品，我就真的很感动，因为我其实在家也从来没有煮过东西。过去在吸毒的那个背景的当中，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个家，或者是会有孩子，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对，那一直到进到晨曦会里面，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路走。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都不知道说下一步路要怎么走，可是就是一步一步，人家怎么说怎么就跟着怎么做，然后认识这个信仰，认识这位上帝，一步一步走，然后一直走到如今，然后也认识燕青，结婚，然后有孩子。这一天基本上，如果以前的想法是想都不敢想，但是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就一步一步走，然后走到今天。刘牧师定的本质就是，我们要从福音戒毒的工作当中看见神的荣耀，可是人最大的需要就是神赐给人的救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孩子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拯救孩子，使孩子借着在晨曦会的这些学习，生命能够改变。主，孩子要说这是你福音的大能，在你大能的当中，孩子能够改变，甚至现在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教会侍奉，使更多的人能够听见你的名，生命得着帮助，得着改变。谢谢亲爱的父神，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小题目是做一个对人有益处的人。我的母亲是一个传道人，为我祷告了10年，我都没有听。有一天晚上，我被黑社会捆绑起来，在山上打了半死，因为他争地盘，叫我出卖我的老大。如果我出卖了我的老大，他会把他们抄家的，所以呢，我就死都不肯讲老大的电话，因为我认为我是受过流氓教育的人，所以当时呢，他们就把我压在地上，用那个榔头打了我肋骨这边断了5根。后来旁边有一个人拿一个铁条要来打我，我怕我的头被打爆，所以我就拿手去挡，结果我的手就当场被打断，看了这样子弯起来。最后他们在我面前拿2个铁钩在我面前晃，他说今天晚上不杀掉你也要废掉你。怎么废呢？插进那个脚踝筋一扯，这个叫挑脚筋我就一辈子残废，非常的害怕。
可是我还是有个意念，不要了北啊，因为我受了黑社会流氓的教育，所以教育的力量是蛮大的。不过看你受什么教育哈。当时我就是认为千万不能出卖老大，结果呢，他们就用那个铁条，他没有挑我的脚筋，旁边用那个铁条打到我肋骨断了5根，后来又把玻璃瓶子敲碎之后，在我脚面上慢慢的割了都裂开，到今天还看到这个疤痕，但是我的脚筋却没有被割断。当时我非常非常的痛苦，也痛恨那天晚上被打得晕过去。原来有人报警，警察来把我们送到医院。可是，在医院我一醒来，依然听见我的母亲跪在地上为我祷告。我的母亲说：“孩子啊，不要想着去报仇。”她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她说：“恨不能够解决恨，唯有爱能够弥补恨。”我妈妈这句话非常影响我今天的传道。她说：“恨不能解决恨，我就把它延伸：脏不能解决脏，暴力不能解决暴力，欺骗不能解决欺骗，唯有爱能够弥补恨。”有时候你去爱别人，别人都不理你啊，他不接受你的爱啊。但是爱并不能解决恨，它只可以弥补恨。然后我妈妈说：“妈妈爱你，耶稣也爱你。”我心里面想：妈妈，你不要说爱我，因为你爱我，我也戒不掉，我很痛苦。然后我妈妈说：“耶稣也爱你。”我心里面想：耶稣在哪里呢？结果我母亲就把我带到基督教晨曦会，我就在晨曦会真正的被主重生、悔改信主，而且蒙召回头之后兼顾你的弟兄，也就是说不吸毒之后去帮助吸毒的人。我是到处传福音，到处去帮助吸毒的人，什么人都爱，就是不爱一个人，就是那个杀我的人。我在戒毒的时候还做梦啊，做梦被他打得我歇斯底里，我很恐慌。现在有人跟我说，我的儿子因为当年被放高利贷人恐吓，他现在有一种阴影，睡不着觉。我说我也曾经这样，我说你叫他多祷告，主会赐平安。我现在完全睡得着，因为心中没有恨。后来我去了晨曦会，信了耶稣之后，我向这个杀我的人传福音呢，他也信了耶稣哎。我们来看看他的照片啊，请打开那个谭先生与刘牧师，他在香港呢混的是14K 的帮派，在台湾是主联邦，就这个人。他当时带3个人把我押到山上，这个是在中国的深圳。下一张，下一张，他的女儿才11岁，妈妈跑掉，被他打得跑掉，这个就是他女儿，非常可怜，我觉得很孤单。后来我跟我太太分享，我们就决定接纳他的女儿成为我们的干女儿，而同时我答应他抚养他到大学毕业。不过他专科毕业了，3年前养了他10年，因为妈妈跑掉，爸爸后来中风啊，中风快要死了，他也愿意信耶稣了。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后来我跟我太太说，我有一个感动要为他施洗，结果我太太说好啊。右边是我太太，左边是她女儿。当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她施洗的时候，我满脸的眼泪。我何德何能为一个杀我的人施洗？后来她越来越瘦。今年5月21号，我太太在香港给我一个 line， 她说杀你的谭兴国安息主怀。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可是我太太安慰我说她已经信主了，感谢主吸了她地上的劳苦。我当时正在开会啊，我在跟同工开会啊，我突然间被圣灵一个感动，啪一下拍了个桌子，我说感谢神，当时没有让我报仇成功，我当时很想报仇的，我说我不杀了他，我也要废了他一条腿啊！我在戒毒所信了耶稣，我还向耶稣祷告，我说耶稣，我晚上睡不着觉，我顶不顺了，我现在向你请假，我出去给他打一顿回来，我再悔改，因为睡不着啊。但是神没有听我的祷告，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也是爱你，你的祷告是很自私的，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也是保护你。如果我当时报仇成功，我今天都没有办法传道了。所以我当时有一个释放，就是感谢主，没有让我当时报仇成功。我们一般的话都说有仇不报非君子，是吧？10年报仇都不晚。可是信了耶稣完全不一样，没有报仇成功都这么开心啊。
我太太说她已经安息在主怀，这是我做一件对社会有益处的事。第二件呢，就是我带了很多人信主啊，他们后来都被训练成为传道人，又到世界各地，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泰国、缅甸，都是在我们台湾训练出来，这个叫台湾之光啊！他们去到哪里啊，都说，而且他们说我说都是我们台湾训练出来的，都是在我们台湾借了训练，派到各地，他们都不会讲英文，都不会讲其他的话，就是会戒毒守着你，好像拉萨路一样。他一看他以前吸毒的，他就顺服了，不要讲话的，我跟你讲，讲话那个只是讲一讲而已，当然也需要当地的同工配搭了。这真是台湾之光哦，有人跟我讲过哦。那么最后一件对社会有益处的事，2017年我得了一个奖，这个奖叫做玉林台湾奉献奖，你们有听过吗？有听过林玉林这个台湾的首富吗？林荣山的哥哥有听过吗？信义区的地都是他的，他办了第1届玉林台湾奉献奖，他就鼓励人家做善事。有一个小姐打电话，刘牧师啊，我注意你的工作很久了，孙岳孙叔叔在旁边反烟，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你们晨曦会在旁边反毒，30多年来我注意你的工作，现在有个奖金叫做玉林台湾奉献奖，奖金很高的，你来报名好不好？3000万。我说不要搞我了，3000万，我的这个做梦也没有做过，不要搞。他说来啦，如果得不到也让人家知道你的工作。他不是基督徒哦，这个颁奖的财主也不是基督徒哦，他们就是要做善事。最后我就写自荐信，我的自荐信是什么呢？我以前吸毒，我是流氓，信了耶稣之后呢，悔改了，不吸毒，现在到处帮人家戒毒，但是没有收1毛钱。他们说不行啊，这个推荐自荐信太简单了，他说你要找个推荐人。我想了好多名人，后来神给我一个感动，福音戒毒不要名人，福音戒毒要爱心的，你找一个懂你们的。我们的董事蔡佩珍。他是社工博士，他为什么愿意帮我写的？因为他介绍一个小羊儿啊，天天自杀歌手，他社工专业师戒不掉。1个礼拜之后，他这蔡老师好高兴的挥了手，结果蔡佩珍博士这个社工教授，他跟我说：“刘牧师啊，专业是个迷失。”我说：“当然了，戒毒不是专业的问题，是生命的议题。”好，我帮你写，写了2017年，我得了奖。得了奖之后，我打个电话给他，我说：“蔡老师，你写什么啊？”哎呀，他说：“刘牧师，我讲你坏话你都得奖。”我说：“你写什么啊？我来给你看。”我简单述说哈，他说：“刘明和牧师结婚10天，从香港派来台湾，创立了台湾晨曦会福音戒毒。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不懂行政，没有组织，不认识人。”但是他做这个戒毒的工作，很多吸毒的人都很服他，请你们颁这个奖给他，真的是这么写的哦，没有夸多，也没有减少，请你们颁。我说你好大的胆子啊，你这样子写。他说这是事实啊，如果上帝要感动他们，我讲事实而已。结果2017年7月的时候，一个 CEO 打个刘牧师，你站稳了。我说我站得稳了，我又没想得这个奖。我说，但是你叫我站稳，莫非我得这个奖了吗？他说恭喜你，你高票当选。啊，我说高票当选什么意思啊？220个人申请，只颁1个奖。220个，那些都是从法国来台湾，埋了50年在花莲的哦。哇，对社会做公益啊，好多单位申请，结果你得到了。我说这是神迹啊，也就是神的作为。那个 CEO 打个电话给我说：“刘牧师啊，我们老板想知道你怎么用这笔钱呢？”我1个礼拜都睡不着觉，天天都在想多少钱给我儿子，多少钱给我女儿，多少钱给我孙子，多少钱我们2夫妻退休用。突然间有一天醒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说：“哎，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有什么想法？我这种人怎么可能得这笔奖？一定是上帝给我们的。晨曦会很需要经费呀，不收钱，100多个人戒毒300多个人呢，世界各地90个同工
我们把这个钱就奉献给晨曦会，继续做这个戒毒的工作。他听了之后，他说：“哎呀，感谢主，你跟我的想法一样。”哦，想法一样就拍板哦，想法不一样就吵架哦。你不要以为2个人比一个人好哦，分钱的时候是1个人比2个人好，我跟你讲，啊，你要分清楚什么时候是2个人比1个人好，1个人比2个人好。结果他一拍板 ，CEO 说：“老板想知道你怎么用这笔钱。”我说：“我们决定把它捐出去给晨曦会。”他说：“牧师啊，这个钱是颁给你个人的。”我说：“我知道，因为你是以个人名义申请。”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捐出去，你要签字。”我说：“好啊。”结果寄来一大堆的法律文件，我又看不懂，太长了，太多了。我说：“签呐，又不是要钱，给钱嘛，有什么关系？签，一签了，被释放。”我很清楚知道，这一次是撒旦的试探，也是上帝的试炼，那是不一样的哦。试探叫你离开神，试炼叫你更亲近神。所以现在我呢，很喜欢传福音啊，特别喜欢来乡下传福音。最近我没有到外国去了，因为疫情啊，很多界都说哇，我都在南部啊，我起码讲台语啊，真高意啊。我你解释哈，伊讲哇，你讲台语真有气啦。我讲是哦，我跟你讲哦，耶稣听你啊，福音是上帝大权人呢。我就叫我的弟兄出来讲见证了。你那些信耶稣啊，会使改变了。我跟你讲，上个礼拜我才在家里啊，教会跟一贯道的爸爸，他的儿子信耶稣。那这一贯道你那也信耶稣？伊讲这是事实啦，你看我的囝啊，拢无改变，啊去了信协会信耶稣，啊怎么改变？我拜过要死，嘛是无效。哇！我说你的一贯道朋友，他没什么朋友啦。你看我的儿子属实啦，所以我去到了讲台语哦，很有气力啦。讲福音是上帝大权人，耶稣救你的囝，你若是信耶稣吼，会使改变你的囝。我很大胆的讲啊，我真的为什么？因为不过我跟你讲，有是香港来讲无什么标准，伊讲无要紧啦，拢听有啦。你讲哦。哇，这个就鼓励我嘞！好，现在鼓励我，我就请我们一起出来献诗，哈哈，就请我们的弟兄在献诗的过程里边，我介绍一位我的同工，我请裴姨来一下，裴姨你来一下哈，3、2句话也好，让他们排。我今天特别请裴姨来，可是时间的关系，他是我们福音戒毒的宣教士，他去了泰国。70多岁了，到泰国被那个蚊子咬，哦，那你可不可以讲2句？你为什么会参加福音戒毒，又去了泰国？感谢神，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在晨曦会，其实我非常感恩能够在晨曦会参与服事哈，那与刘牧师一起。那至于去宣教，是因为感恩的心，因为我觉得神所赐给我的一切。在我的后半生，让我的生命有意义，让我陪伴这些姐妹，因为我是带姐妹的哦。我在晨曦会服侍了20年，在这个过程中，感觉上好像是我在帮助姐妹，其实事实上是我自己蒙了很大的恩典。因为透过跟姐妹的相处，透过神自己的话语，每天，因为我们的规定是每天3堂课，3个钟头都是圣经，还有早祷晚祷，所以呢，让我在里面呢，我自己的生命也经过这些神的话语来改变。我觉得我的生命是神所给我的。那如果牧师需要哪里需要，我真的是愿意全力以赴。谢谢主，愿神赐福你们。好，谢谢裴姨。好，弟兄，你站在我旁边，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把你抓来哈。他是台南我们戒毒所的弟兄，你看他全身刺龙画虎，可是他是一个厨师，他竟然敢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刘牧师，我一家都是做厨的。你只要点什么菜，我都可以煮给你吃。”请问你吸毒多久？来晨曦会多久？我来晨曦会8个月。你吸毒多久？我吸毒5年。哦，吸海洛因。对。OK， 那你现在信了耶稣没有？信了。你有什么愿望？有什么前面的打算？继续的在福音这条路走下去。继续的走下去。对，是的。戒毒8个月是不够的。
如果他几年了，8个月就改变了，这个不成比例，所以要3、5、7年。我们为一个灵魂祷告。你说，哎呀，成本很高啊，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钱。我们传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成本很高吗？所以我们要付代价的。好，谢谢你哈。哦，那个钟贤，那个季贤在哪里？啊，季贤你过来，你不要弹琴先，你的见证我要讲2句。我跟你讲，17岁来到晨曦会，一直在坐牢。这一次为什么留这么久？我想问你啊，你今年几岁啊？41岁，17岁来，那就是24年哦。24年，对。进进出出戒毒，为什么这次住这么久？请问你吸什么毒？我今年41岁，然后我17岁第一次吸毒是安非他命，然后后来又吸海洛因。那每次出去都为什么会被抓呢？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笨？因为吸毒的人，如果心里好像有个空虚感啊，没有办法填满，只要痛的时候就想用毒品麻痹自己。那你为什么这次留这么久呢？还想读门训？有为什么什么力量使到你这里？我想是神感动我继续留下来，因为第一我不想再吸毒了，而且我想像牧师讲的一样，成为一个有益处的人。好，感谢主，谢谢你。他都向他姑姑传福音呢，他姑姑也是弄拜拜了，他就跟姑姑要买圣经呢，跟我们谈了之后，他说：“哎呀，我这个侄儿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他能够戒毒成功啊，所以一个人戒毒就一家人的。好，我们来唱这首歌《戒毒的心志》，好吧？我们在外边有水晶，是女子戒毒中心做的啊，奥地利水晶有老师来教的义卖。那也有一些书，有一本书叫《永不放弃的爱是我的见证》，一个是妈妈的爱，一个是基督的爱。那么还有一些福音戒毒的书籍，你们可以去参考。还有我们带了一些肉松跟香肠，都是自己做的哈。大家为福音戒毒祷告。好，我们来唱这一首歌啊。企图牺牲毒，沉迷毒海的深渊，尝尽了种种的苦楚，在外流浪无所归。辜负爹娘养育恩，感谢天父不撇弃，感动孩儿要立志，戒毒路上要坚强。总会流泪莫付诸啊，遇到试探莫犯罪，风吹雨淋莫言苦啊，再苦再难要坚强啊，人生一路依靠主，引导我们走完释迦道路，得胜罪恶，戒毒成功，再风光光回家乡。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存感恩的心，今天你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在这里为你诉说荣耀的见证。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继续与我们同在，继续在台湾这个地方能够开花结果，帮助更多戒毒的人能够戒毒成功。真是救一个人，救一家人，救一个社会。天父上帝，求你的爱不会离开我们，也不要离开我们。这个时候，
我心里边有个感受，因为今天是个福音主日，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来过教会，可是你今天听到了福音，你也亲眼看见神的荣耀？我求圣灵打开你的心，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帮助。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如果愿意，请你举一下手，做一个表示，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如果有的话啊，感谢主。如果你做一个表示啊，表示也许你平时来听过福音的哈，还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有，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做一个决定啊，我来为你做祝福。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好，上帝赐福给你们，人人都需要耶稣的救恩啊！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人人需要救赎，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打开他们的心门，你爱他们，你拯救他们。我相信有一天你也要使用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最后请我的师母，请你上来。他的国语是广东国语啊，那来的时候连一句国语都不会讲，也请你做一个祷告。我讲几句哈，这因为你们那个名人哈，王旭成老师，我见过他们夫妻啊。因为我对艾滋病的蛮有负担的，除了晨曦会我会去那个关爱之家，它不是教会的团体。然后我去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他们两夫妻啊。带着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去传福音啊！这是一个艾滋病的中心，没有新主的，不是新主的，所以我很感谢神，很感恩，正因为神给我们有盼望，不然真的没有盼望的啊！感谢主，荣耀归给神。好，谢谢你啊！好，我们请弟兄回座啊，请弟兄回座。